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刘兰昌财局》。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又请来了香港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关炳芳教授。关老师您好。刘老师你好。我们看到呢，现在呢，这个又遇到一个新的危机或者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就是在这次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来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舆论呢，不断放出很多风声要对我们中国大陆施压。一方面说中国大陆布林肯来就是要这个阻挡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军事工业提供帮助这个大家知道，这肯定是一个莫须有的指责但是这个也不可能阻挡中国和俄罗斯正常的贸易。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这个美国又放出另外一个风声就说如果说这个中国不听话这个跟俄罗斯有很多密切的这个配合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话没有按照美国的这个意见办，那就可能要对中国的银行在美元的结算体系要进行制裁。那么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个俄乌战争一开始之后，俄罗斯就是被美国踢出了美元的结算体系。那么但是俄罗斯不但没有这个垮下去，反而经济更好，没有了美元的结算体系，那么俄罗斯就跟各国家进行本币交换、本币交易它跟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用卢布、用人民币进行交换，绕过了美军，绕过了美元，不需要美元这个体系。而且很大量的俄罗斯跟印度的这个贸易也是同样。那另外其实俄罗斯还有跟中东很多国家，跟非洲很多国家也保持了正常的贸易，他们其实也都采取了这个另外一套的结算体系，对吧？俄罗斯没有垮。那么由于这个俄罗斯被踢出了这个美元的结算体系，反而在全球引起了一个去美元化的浪潮。那么去美元化的浪潮其实使美国现在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就包括之前耶伦到中国来表面上好像也是对中国施压，说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莫须有的这个指责什么时候是产能过剩了美国你卖给全世界的石油是现在是第一位，那你是不是产能过剩了？你是不是倾销了这句话说起来根本就是说不通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的光伏板，中国的锂电池，就是有需求，中国的产品才会生产，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问题是现在美国它的国债已经达到了34.5万亿，很快就要突破35万亿的国债。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那么大，大家都知道它要还债其实根本就都不可能。那么美元是什么时候会崩溃，也是引起了现在国际金融界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黄金大幅的上升，而且比特币这些的加密货币也是窜的这个价格不断的往上升？其实这样的货币的上升都是不相信美元的一个表现。全世界各国家的央行都在大量的这个买入黄金抛出美元。那么现在美国使用的办法就是本来按道理要往年的大选到这个时候早就减息了。那么现在美国拜登政府知道，现在美元如果是减息的话，美元大量的流出这个美国，恐怕他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所以现在硬不要减息，反而放风声说还要加息加到8厘，那这个简直就是非常荒唐的。很多这个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说，你现在这个5厘的这样的利息
你美国国债这么多，34.5万亿，你付出的利息已经是非常非常庞大，你都还不起，你再加到巴黎的话，你怎么去还这个利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重视美国是不是真的疯狂到要跟中国发动这个贸易战不得不防，但是也要看到，他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也是自寻死路，自己给自己挖坟墓。那么到底应该是怎么去看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要听听关老师的意见关老师，请你发表那我说那个刘老师，我就回应就简单说2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全球的那个这结算的一个系统呢，除了那个 SWIFT 之外，另外还有4个。另外一个呢也相当的这个活跃的这个有很多人用的就是 CHIPS。那么中国呢，过去那个很多年已经那个发展出来一个积极的，叫那个 CHIPS。俄国呢也有一个比较少的，规模比较少；印度也有一个比较少的，规模也是相当少。那么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那个 SWIFT， 由那个美国来主导这个总部在那个美国。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个 CHIPS 呢，也相当的普遍。那么所以这个来讲呢，就是跟刚才您讲的俄罗斯过去2年多以来，那么没有被这个美国把它那个踢出这个 SWIFT 这个制度呢，就被那个打垮，因为它有很多其他的管道。还有你刚才讲的，就是那个2国之间本币这个直接交易，这个做法呢，那就更方便了。那么所以那个美国首先脱钩黄金然后那个这个连接那个石油，但是那个石油的这个贸易现在已经很多国家呢，这个逐渐不一定需要那个通过美元来买卖石油比如说我们中国跟那个伊朗，就是那个25年的长期那个石油供应呢，就是以那个人民币来那个支付来结算。那么注意说，这个中国大陆呢买石油就给你人民币，人民币呢，这个伊朗呢就以这个来买中国产生的多种多样价廉物美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那么所以这个呢是那个已经开始了这么一个趋势，全球南方陆陆续续仿效。那么所以您刚才讲的很对头的，就是说美国美元美军这个方面来讲呢，是那个他那个在错误的路上走可能也是很难回头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不可以那个有一种那个误解，以为是1-2年就可以那个看到这个美元跟美军的崩坏，不一定，没有那么快。但是那个趋势那个是很清楚的，这个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关那个，那么将来我们怎么样最有效的能够这个抗衡那个美元霸权呢？到最后呢，还是那个数字人民币，就是有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这个背书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人民币，通过那个这个手机移动支付来进行相当多的那个国际贸易。这个呢是那个 CHIPS 呢就变成是废掉，这个呢是还刚开始没多久。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试这个测试的阶段因为这个需要那个很大那个压力测试因为一下子放开来没那么容易的如果那个卡机了如果那个就是那个不行了，那怎么办？一定需要有那个很雄厚的那后面的一个这个技术的那个支撑，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需要有时间来发展。那么主要就是这2条，我觉得呢有关这方面我们作为那个经济学家特别是我那个研究那个银行学、货币学、国际金融学来讲呢，也不是那么容易3言2语就把它说清楚。所以我把那个最重要的这2点呢提出来跟这个刘老师你分享，谢谢。是的，非常谢谢关老师非常提纲挈领的讲出了2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尤其是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我相信大陆的朋友一定要非常留意这一点。
那么另外呢，也想请教关老师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香港的港币跟美元挂钩，那么在这样的新的形势下，港元怎么样自保啊？因为如果一旦美元大幅的断崖式的崩裂的话，我们港币啊怎么能找到一个安全网啊？谢谢这个关老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忧虑啊，但是我觉得呢，港币跟那个美元挂钩呢，应该是不会那个随便改。这个可能跟我们那个一国两制一样呢，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那美元呢是有那个波动，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那么港币呢，只能够我们就跟上，汇率那个固定下来，联系起来吧。那我们也只能够这个通过那个利率的调整呢，也是只能够紧跟美国利息的调整。这个我们已经熬了很多年了，从1983年到现在总共是那个40几年了。那么这个不能轻易动，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一国两制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方面。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有那个有效的那个隔火墙，把那个中国大陆的有关一些那个货币方面的一些进出出，能够在那个香港呢相对来讲比较公开、比较开放、比较自由。那么但是你如果要进去进出，我们都有那个所谓那个一定需要那个符合我们这规定一些标准，你才能够进行那个比如说那个基金的这个进出。那么所以这个呢是那个我们资本账自从那个2001年加入到 WTO 之后，一直不翻开不愿意这个拒绝翻开，有我们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原因。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让那个香港更好的发挥那个对外的窗口的作用。那么人民币跟那个港币呢，越来越多的一些那个互相的一些那个使用，只是在我们等于是那个中国的境内，中国香港特区跟那个中国大陆之间这个来那个运行。这个我觉得反而是问题不大，因为香港呢相当的程度上已经跟那个美元离得比较远跟那个人民币离得比较近，这个趋势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不要轻易动这个联系汇率。是的，那么关老师刚才说的非常重要就是联系汇率已经经过40多年的考验，是不能轻易动的。那么现在在美元有一个危机的情况下，香港的这个金融管理局是否也要增加一点黄金的储备，或者增加些人民币或者其他一揽子货币的储备呢？也请教一下关老师这个我相信呢都已经在做了，而且呢在过去那个回归前这个中国那个外汇储备方面的有关这个境外一些投资呢，也是主要还是通过那个香港来进行。那么现在也是有相当的这个维持安排这个组合的调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通过香港来做。但是这个呢太具体的事情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方便在这里披露了。是的非常谢谢关老师给我们一次提出了一个方向，但是又守住了秘密。谢谢关老师好，谢谢，再见。